阮老师就摕一身石膏红仔，叫阮做 model 来画安尼。啊，我安那画吼，拢袂水，敢若鬼的。阮老师就讲，哦，你若想要画较好的、较传神的吼，你就爱吼，当做咧家己谈恋爱，啊，家己讲话，讲安尼长感密滴。我想讲，拜托的，石膏红仔也袂应画啊。大汉我才知影啦，我介意的人嘛袂甲我应画啊。啊，若是吼，真正甲石膏红仔谈恋爱，其实足侪好处的。你看，伊袂吵。袂烦，毋免请伊食饭，讲毋免送物件互伊，真正是阮客人的好心腹啊。然后，然后，你看人家早转去厝吼，若是风伤透，你甲伊摕来挡门。阮爸母啊，嘛袂甲阮逼婚。阮爸若是讲吼，玉姐，你啥物时阵要结婚？阮母会甲伊讲，少年的代志，莫阁甲伊逼啊！你逐工甲 David 讲话，已经要起笑啊！我甲这想法甲阮老师讲，阮老师讲，玉姐，我是来教你画图，毋是教你画好人啊。